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背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现在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保守，带领我们度过人生中的种种经历。虽然人生不尽然都是美善或者是顺利，但在我们的困境中，有你的陪伴，给了我们最终的确信及盼望。我们愿意顺服你，以信心来仰赖你，因为你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活出得胜喜乐的生命。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你做见证，与世人分享生命的盼望，带领人来归向你。也恳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与力量，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得着属灵的祝福。也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没有纷争，让泸州教会大大的复兴，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感谢主，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的保守，有主的看顾，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得着真正的平安。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请翻开腓立比书的第4章4到第7节。现在我来读，请你们一起来看。第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释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牧师。我们牧师要正道，正道的主题是喜乐的力量，喜乐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昨天大家都有上课，对不对？昨天补课补班，然后接下来就要再上学3天，工作3天，就又要放年假了，是不是？那
政府推出了3倍券，刺激了消费造成了有所谓的报复性的消费，然后接下来中秋可以看见的可能是报复性的旅游。那也祝福我们教会可以收到报复性的奉献，阿们。感谢主哈，也不是报复性的，就是说我们对主的奉献，我们也不要因为疫情然后减少我们对主的这个奉献哈。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祝福跟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事业上，在学业上都蒙神你的恩典，赐福我们，成为我们心中的帮助，成为我们杯中的福分，也成为我们人生指引的道路跟方向。有主你住在我们里面，也成为我们的盾牌，也让我们刚强壮胆，也让我们有喜乐的灵。主，你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人是注重外在其实我们人也会注重内在。外在可以说你从你的头发到你的脚底，我们都可以打扮。现在还有人贴那个指甲，连指甲都可以装扮，连脚指甲也可以装扮。有时候看到有些女生穿凉鞋，她的脚指甲是有颜色的。所以人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可以打扮。那其实我们的内心呢，怎么打扮我们的内心？其实我们内心是看不到的。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你的内心的感受呢？其实我们的内心是透过我们的情绪来反映出来。情绪是由外在从外来的刺激所引发人体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反应。既然是生理，既然是一个心理的反应，那在生理的反应，其实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现代人说，除了要有 IQ 智商之外，还要有 EQ。所以 EQ 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个程度，跟我们情绪的一个反应。那在情绪方面，又可分为正向的情绪跟负面的情绪。所谓正面的情绪是什么？正面的情绪是我们内心有高兴、有喜乐、有愉快，那就是正向是正面的。那如果我们的情绪是生气是愤怒，甚至是我们的沮丧，或甚至是这个悲伤，那是表示一个比较属于负面的一个情绪。那情绪简单来讲，正向的就是我心里面高兴喜悦。那不高兴呢，就是负面的。那通常我们人说喜怒哀乐，我们说喜怒哀乐是人基本的一个情绪的反应。但是古人作诗他说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那这首诗也讲到，但愿能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能长久，为什么这个声音跑出来？是有可能手机还是什么？所以古人在作诗的时候，人因为悲欢离合，有聚集有离开的那种失落，或者是亲人的离世别世的那一种忧伤，又好久不见那一种的欢喜跟喜乐。有一个牧师说，当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主。可能聚集的地方可能是在教会，也有可能是在你聚会的地方。聚集的时候我们敬拜，但是当然我们分散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我们分散的时候就是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人有喜怒哀乐，再加上悲欢，刚好总共是6个基本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应。
无论是在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情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本的。不是圣人他就不会生气，他就不会忧伤。只要是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反应。负面的情绪不是不好，我们忧伤，我们悲伤，眼泪是最好的治疗，我们就去大痛哭一场。所以诗人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诗人也说他因为哀伤，因为痛苦，因为忧心，他用眼泪当饭来吃，当他的饮食，所以他3餐是流着眼泪。所以悲伤、担忧、忧虑不是不好，而是你要有一个情绪的一个管控，情绪的一个释放。那最难控制的情绪是什么？生气、生气、愤怒，这种有时候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是没有办法通知你的。所以人的生气、愤怒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失控的场面。其实现在我们的人要了解情绪的种类，藉由了解情绪来管理情绪，甚至来运用你的情绪。那情绪其实对我们了解情绪，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我们现代人说吵架不是当面我们就吵架，现在吵架连在手机也可以吵架。什么？有人发了可能就是我看了觉得不能认同的语言，我就回他，然后越回他2个一直回来回去，哇，就吵架了。所以现在的人不会因为你见不到面就不会吵架。这个叫做网络的这个吵架或网络的霸凌等等。其实我们最好就是按赞就好了，就按赞。那如果按赞的话，这样心情会比较好一点。喜乐是圣经讲到最好的一个情绪的语言跟情绪的一个反应。箴言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一句话从智慧的君王所罗门王所说出的一句话，来跟我们讲说，情绪的喜乐跟忧伤最大的差别。喜乐可以当成良药，忧伤呢不是药。忧伤呢会变成使你的心灵跟你的骨头枯干，让你的骨枯干，让你的骨头跟可能在座的人有去剪过骨吗？牧师有时候因为会有的需要把去切骨剪骨。剪骨的时候，就是说他的衣服有时候没有烂掉，还蛮好的，但是有些是破掉破损，但是剩下呢，有些有皮，但是呢，几乎都是剩下骨头。所以我们看到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是让我们变成一个皮包骨的人，其实已经是接近要进入棺材的样子。所以人要有喜乐，要用喜乐来取代那个忧伤。但是人又不能够因为说你遇到任何的环境你就不会忧伤，或者是你不会生气，或者是你的心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有这个担忧，都会有。在腓立比书里面重要的一个信息叫做喜乐。这本书总共提到20次的喜乐跟欢喜。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要勉励腓立比教会来写这一封信，来勉励他们。他最重要的重点是要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定要有喜乐。可是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人在哪里？保罗被关在监牢里，是一个不是没有自由的人，是一个被限制住的人。但是他却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必须要有喜乐，甚至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保罗关在监牢里，还不忘记用他的时间
用他生命最终的时间来关心初代的教会。他借由他的书信，他写下的文字来帮助正在成长的初代教会。腓立比这个地方也是保罗因为听到马其顿人的呼声，他原本是要向东走来传福音，可是呢，马其顿的人呼召他，却往西边走，因而到了欧洲的第一站腓立比，也就是福音传到欧洲。腓立比算是第一个欧洲的福音站。当这间教会被建立，信徒被兴旺的时候，他希望喜乐的力量能够帮助腓立比教会。保罗希望用喜乐正面情绪的力量来帮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超越处在黑暗，甚至处在被逼迫，甚至处在挫折的当中，能够进入光明，进入一个积极正向的方向。所以喜乐的力量不仅在腓立比教会帮助他们，相信保罗所说的喜乐，如今也在帮助我们的教会以及各地的教会。因为喜乐很重要，所以保罗一直强调消极跟负面是一体的。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积极跟正面是一起的。消极负面的思想跟语言会让你变得很狭窄，没有喜乐表现，人就被局限住。所以腓立比书4章4节，保罗说了2次要有喜乐，而且是用命令式的，命令你们要有喜乐。为什么要叫喜乐？彰化有一间保育院叫喜乐保育院。那些保育院之前成立的时候，是为了要接收，为了要收容。当时候在早期，因为那时候疫苗还不是很普遍的时候，有人在他小儿的时候就得了小儿麻痹。像这样子没有脚的人，他长大以后要谋生很困难，所以喜乐保育院就是收容这些小朋友。当时很多很多地方的孩子，如果有这样子的症状，都送到这个喜乐保育院。所以那个阿嬷叫做喜乐阿嬷，就是马喜乐宣教师。他不是牧师，他有护理的背景。他受了谢伟牧师的呼召，从美国来到台湾，在彰化二林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叫做喜乐保育院，帮助当时候很多小儿麻痹患者的孩子，来教育他们能够认识字，甚至教育他们有一技之长。后来很多人长大了，就很感谢这个阿嬷，甚至呢，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帮助他们装义肢，能够行走。所以我们看到喜乐不是说在顺利的环境就是喜乐，喜乐是在你没有顺利，在困境的当中，你的心中能有一个力量，一个帮助的泉源，叫做喜乐。所以保罗说，主是喜乐根源，靠主要常常喜乐，靠主是常常喜乐的秘诀。最好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主住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我们的心都有喜乐。所以由心里面引导出的一种所产生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力量，可能是一个帮助，也可能是你能够得到平安，得到平静的一个力量。所以从心里面而产生出来的，保罗一再吩咐我们一定要有喜乐，甚至是常常喜乐。今天的金句腓立比书4章4节说，我们要靠主喜乐。保罗我又再说，你们要喜乐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喜乐。怎么都没声音？来，要喜乐。
感谢主。好，所以保罗是用命令的方式来说，你要得到喜乐。靠主的意思是说，主住在我们里面。好，常常是长久、永远，时常、经常，也就是说不断在你的心中都要有喜乐。遇到困境，遇到难处，遇到挑战，遇到任何的挫折跟困境，你都要有喜乐。这是保罗他在信仰的人生里面所经历。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面临最多的挑战：被石头丢，被人打，能遇到船难，差点死掉，差点被淹死，神救他。遇到什么？遇到盗匪，甚至有这一餐可能没有下一顿，甚至遇到天气寒冷炎热，但是他还是为主的福音来传福音，来走福音的道路。所以保罗这样的心态在勉励我们，是用我们在信主的里面，在主的力量里面，无论遇到任何环境，用我们的心来决定你有喜乐的态度。所以保罗一直强调你们要。所以因为很重要，他讲了2次上帝是先有供应，他才有后面的要求。所以上帝不会将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命令我们去做，要我们能够学习顺服，能够学习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决心。所以当我们下定决心顺服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当然会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越靠近主，就要越有喜乐，表示我们与主的关系越好，喜乐的泉源也就越深。当你不能够感到喜乐的时候，你没有喜乐，你就不可能去做安慰人家、鼓励人家。因为你有喜乐的话，在百般的试炼挑战当中，你胜过了，喜乐就让你胜过这一切。第二我们用谦让的心来做一个纯良的人，就是我们做一个单纯又善良的人，用彼此谦让的心。这也是一个命令。保罗教导我们要谦让，要柔和，要温文，要有宽容的心，来彼此互相的对待。谦让不是我们故意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来，而是我们的内心按照公义的原则，能够宽恕别人的错，也不求自己权利的满足，能够处处为他人着想。保罗甚至说主近了，其实主离我们不远，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他也一定懂得怎么样谦让，因为他的内心没有计较，他的内心没有任何这个仇恨。所以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无论被任何的事件所搅扰，他的内心是用喜乐来跨越这一切。所以喜乐的秘诀是你要靠主彼此的谦让，成为单纯又良善的人，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如果在群组里面有人生气了，有人发了可能是愤怒的语言，怎么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这些来祷告，也让喜乐的力量能够化解这一切所有因为负面所产生的情绪，在文字里面，无论是生气无论是愤怒，或许是担忧挂虑。担忧跟挂虑忧伤，我们还可以安慰跟鼓励但是生气的时候是最难去控制的所以我们要用喜乐来管理所有的负面的情绪。第二，我们要靠主得着积极正面用祷告来消除所有的挂虑，
你们都有喝过滤挂式咖啡吧？没有喝过的举手。哦，感谢主。哦，你们不常喝咖啡没关系。哦，滤挂式的咖啡它有一个耳挂，就挂在那个杯子上面，然后就可以用水来冲泡这个咖啡。好，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挂着忧虑的钩，那忧虑就不会挂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说是不是？有没有阿们？所以你说你跟旁边的人说，你的心中没有忧虑的挂，你的心中没有忧虑的挂钩哈。所以你的心中没有那个挂钩，就不会挂到忧虑。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放在祷告，成为一个交托在神的手里。哦，挂虑就是你心中的忧虑，这个忧虑也表现出对神、对上帝的缺乏信心。所以凡事一概不挂虑，就是让我们生活上的大小事情交托在主的面前，交托在神的面前。所以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来告诉神。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那个挂钩，忧虑就不会挂在我们的心中。意思也是将我们的祷告交托在神的手里，让我们的心没有任何的担忧。所以像能够祷告，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特权，是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沟通、一个交通的方式。所以无论你在顺境当中，或者是在逆境当中，凡事都可以借由祷告，将你的忧虑带到上帝的面前，交托给主，让他来承担。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应当要用祷告来帮助我们。所以祷告在恳求，还要感谢。我们不是凡事都求而缺少了感谢，而是当我们主有回应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赞美称谢的时候，也需要更加的感谢神、感谢上帝。我们不是一直跟主求，一直跟他求，其实我们要多一点的感谢。所以当一个会感谢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没有挂虑烦恼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挂虑的事情，当我们有挂虑的事，我们也应当感谢主。我们也因为这样的挂虑交托在主的手里，你的压力就会减轻一半。第二个是喜乐带出超出人所料想的平安。所以无论外面的困难跟波动，也不会影响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平安。上帝的慈爱、眷顾和作为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旧约时代有一位尼希米，他受到任务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城墙，如果是我看到，我会说我脚就软了。那个是一个非常的荒废，已经是一个废墟。你们有看过废墟吗？有人去过澎湖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离岛很多人都搬去台湾来住了。然后就有些房子怎样，屋顶就垮下来，然后那个梁也就掉下来，然后那个门虽然是锁着关起来，可是呢，庭院杂草丛生，很久没有人住，很久没有人去整理那个屋里的环境，那个整个房子已经快要垮下来。当尼希米看到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我想他也是非常的担心挂虑，我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修好吗？可是他们竟然用了52天，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给重建起来。当在献
这个祭的时候，当众人在神的面前欢喜高兴，这个城墙已经修建起来，当这个庆典已经开始，号角声已经吹起来的时候，众人欢欢喜喜的时候，尼希米提醒大家，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悔改，并且认罪。在这个充满欢喜的时候，尼希米说，我们先要认罪，我们要认我们祖先的罪。我们在城墙虽然修建完成是一个喜乐的事，但我们先让神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靠着上主的喜乐，靠着上主赦免百姓的罪，让他们从罪的当中，从罪恶的捆绑进入到上主带给他们的欢喜跟快乐。所以在回归的百姓身上，他们是先经历了上帝的赦罪之恩，然后再进入到得救恩惠的喜乐。若一个人他是处在消极怨恨的状态之下，他是没有办法得到喜乐的。所以尼希米希望百姓在这个庆典当中能够先悔改，由主来赦除消除我们内心的罪，藉由赦罪进入到完全的喜乐，就是救恩的喜乐。所以在尼希米8章10节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就是在这个圣殿在这个圣城的城墙已经建好的时刻呢，神带给我们是喜乐的力量，我们不再忧愁，因为那个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喜乐是超出人所料想的一个平安。当你的罪被赦免的时候，你的心中进入到一个平安，领受到那个喜乐的力量。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跨虑、忧愁所有担忧的事都交在主的身上，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最深处的平安。神不是说你所处的环境都不会遇到任何的困扰你的事，或者是灾难的事，或者是不顺的事，或者是这些让你担忧的事，这些事都一定会发生。但是神要叫我们的心里面要有真正从主而得到的平安。心中有平安喜乐的人，你心中就没有那个钩去挂到那个忧虑要记得，负面的情绪是撒旦给我们的计谋，我们不要中了撒旦的计，不要让撒旦充满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念头。如果撒旦占据了你的心思念头，只有兴风作浪的事而已，没有平静，没有平安。所以愿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主所赏赐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主的平安就像固守城池一样，来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来远离忧愁挂虑，远离这些负面的情绪。愿每一个人你的内心都有从主而来的喜乐力量跟旁边的人说，主是你喜乐的力量的泉源，主是你喜乐力量的泉源。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心中得着最大的平安，是从神你而来，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进入到平安，也进入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帮助我们，如同保罗所说，我们应当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将我们所担忧的事来交托在神你的手里，由主你来掌权。让我们遇到困境、遇到挫折、遇到难处的时候，让我们有主在我们内心的喜乐的力量来胜过一切，
保守我们，让我们处在这个世上，也知道我们有情绪的反应，无论是喜怒哀乐悲欢，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目前所处的情绪，我们如何来运用，如何来管理。求主你帮助，让我们用最好的情绪，就是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良药。主，求你帮助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要来唱主你是我的力量，来，我们一起站立。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愿主成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避难所。请坐。现在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直线。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
现在我们有一个新朋友，杜修勤弟兄，请你站起来。你以前就有来过了嘛？好，胡春哥、胡春兄，好，请坐。请你持续来哦。送给他没关系。嘿，好，杜修勤弟兄，请你持续一直来，有空就来哈。上帝祝福你，谢谢。那现在我们就来消息报告，请翻开这个里面周报里面的这一页有消息报告。本会消息，那第一，各单位请于9月27日前完成明年度同工改选，并将名单以书面送交牧师。2，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9月1号到9月30号，符合申请资格的学生，请注意送件截止的日期。第3，10月4号下主日，我们是联合礼拜，下主日联合礼拜是9点就开始。本会圣礼典主日，大家请预备心出席主的圣餐。第4，10月4日下主日，举行10月份的庆生会，寿星，请自己，请各位来过目。那第5，10月6日星期二晚上7点半有圣诞报佳音节目的练习，欢迎如果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来练习。到时候我们圣诞节报佳音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报佳音。那第6，新年光读经2020第4季读本已经放在那个楼下的招待桌上，欢迎弟兄姐妹们自由索取。个人可以在家每日依进度来灵修。第7，第4季10月到12月的服事轮值表已经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个人的服事项目及日期。时间上如果有不方便，请自行与其他的同工交换，并通知办公室。那第8，国外疫情仍然很严重，台湾我们在台湾也不应该来松懈，大家应该对疫情要小心谨慎的态度，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做好个人卫生的防护。教会聚会的时候，请全程戴口罩。第9，每周3晚上8点查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那第10，每周4的上午10点，松年团契的读经班，欢迎松年团契及新来的慕道友踊跃参加。那下周是10月1号，因为中秋节连续假期，所以聚会暂停一次。那11，每周4晚上，如果需要家庭要登记家庭礼拜的，请与叶秀兰长老联络，是我本人。这里有电话，请各位，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去你家跟牧师去祷告祝福的，也可以跟我报名。那12，欢迎新朋友李建中弟兄。李建中弟兄今天有来吗？好，那我们就团契消息呢，松年团契要退休会，10月30号星期五到10月31号星期六，2天1夜，花莲赏鲸屯、蝴蝶馆、七星潭、太鲁国国家公园，已经
他限额是40人，报名已经额满了，非常感谢主。松联团契台语礼拜结束，今天已经在楼下举行他们的明年度同工选举例会，他们已经在楼下举行这个选举的活动。那第3，儿童主日学台语礼拜结束后10点40也在2楼举办亲师座谈会，备有午餐，邀请主日学学生家长或了解主日学的家长参加，共同陪伴孩童信仰的成长。青少契团契今天下午4点半，中秋节烤肉，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不能烤肉，那就改为吃火锅也不错啦，大家聚一聚。肢体相通，结婚自喜，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苏雅展执事为其小女儿的苏巧兰与张兴伟先生在本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邀请大家出席观礼，恭喜宴主4、5当天下午，婚后摄影留念4点半有婚后爱餐分享。第2也是结婚的喜事，10月24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黄荣珍长老的小女儿黄佩瑜与谢卓玉先生也在本会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也是邀请各位大家来观礼。也恭喜宴主祝福。当天晚上6点，席设在怡品饭店怡尔厅，在新庄自己这个住址自己过目，要参加的可以在10月11号之前，在1楼的公布栏有贴那个要报名的名单，可以自己去登记。第3，恭喜叶仁和长老的3女儿在几天前顺利生产男婴，愿主赐恩典宝宝平安健康成长。以下有一些需要代祷的，我们可以每天都拨一些时间来为这些姐妹，不管是开刀出院疗养的，或者是有病痛的身体健康的，我们都为这些事来代祷，抽出几分钟为他们每天来代祷，也为这个要结婚的苏雅展执事的嫁女儿啦，黄荣珍长老嫁女儿的事情来代祷。中会教育的消息，教界的消息，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2点，台北中会教育部举办如何与孩子谈性教育讲座，地点是新庄教会，这个住址自己过目一下，免费参加，要事先报名，给他们准备讲义。10月11日报名截止。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长职训练，地点是在大道城教会出街。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1点，教会管理团队伦理2进阶。10月31号6。这个是牧者及长职灵性培育，敬请长职同工踊跃的报名。那第3呢，10月31日也是星期六，上午9点45至12点15分，在台北中会总务部事务部举办会议记录会员名簿管理和会手册。行政局书记研习会，地点是新店教会，这里有住址。如果
需要参加的长职同工团契会长，请踊跃参加好，我们的教会的消息就报告到此为止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唱诗歌圣诗第402首，请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恳求主，你引领我脚步，请起立。恳求主，你引领我脚步，没有你不敢走人生路。恳求主，时刻与我同行，你慈爱伸手不辞引领，主我日日跟随你脚步，黑暗中成为发光的烛，寻回引导迷途该来，这是我人生必切心愿。各位请坐，我们现在请牧师为我们祝祷仍然站着，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各位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上帝祝福各位，谢谢。